而这个超商也则是卖场咧卖这个切片的冷糕，为什么看几若工拢袂反乌？但是若是咱家己切的，一个都乌去咧。这当中到底有啥物秘密？咱甲食愈多，敢会败害咧？来看咱的专题报道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公主咬了一口苹果，沉沉睡着了。别说公主这是毒苹果，那你这又是什么款的苹果？卖场吧，对，菜市场的苹果，对，超商的水果。这三种苹果到底对伊无共款？看真，超商也是卖场切片的苹果，拢水水啊黄黄，就算放到过顿间嘛袂变形，若买来规粒苹果。不管是日本的、智利还是纽西兰的苹果，只要放10分钟，苹果表面拢会开始变成歹歹的咖啡色。苹果的变色，家庭主妇拢知影。咱咧超商甲卖场的切片的水果，哪会使维持这水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应该是有加什么东西吧？因为它泡过盐水啦，可能是有加一些漂白。真相急先锋顺线所找到这间水果生产工厂，这是供应全台湾各大超商甲卖场所卖茶仔庄也是鸭仔庄的水果。要所谓切过水果，也就是经过切片处理的水果鸭仔。若想要知影市面上切片的水果是安怎会使未变色的秘密，就藏伫个生产线。一粒一粒进口苹果经过筛选、清洗、下皮、切一角一角，这时和苹果维持美丽答案就要公布啊！这就是你在所有的超商、卖场、各大通路所吃到的节切苹果，到底它怎么样保持它美丽的外表呢？答案就在这一池的维他命 C 水里。用维他命 C 来增加它的保鲜度，就是说抑制它氧化。所以说你现在看的苹果都是加了维他命 C。保持多久？应该是保持3天左右的时间。而且它是希望是4到7度 C 的温度里面。所有切过水果，干那苹果需要经过这道特殊的程序，浸伫维他命 C 水内面。因为苹果的果子肉内面有多酚氧化酵素，甲空气结合后会产生氧化作用，对好苹果的果子肉变色。那维他命 C 会使抑制酵素的作用，再加上低温运送，和每一天出货量为1,000盒的切片的水果，会使维持水水的色水。节切部分，我们这天大概是会出量到3万到4万盒的部分。苹果应算是比较常年性的商品，我们大概是会占大概是2成部分。切好的水果仔必须要维持真好的卖相。即马真正出现未变乌的苹果，你敢要相信？加拿大这个公司它做了3种的基因改造的苹果了，非基改的、天然的，这个也不会变褐色的。目前主要有3个透过基因改造去除苹果的核坏酵素，一切拢是为着外观。较早就捌有不少业者被发现用工业用的漂白剂，也就是俗称的吊杯来漂白水果。只要一点点，泡过的苹果可以放4天，不会变黄。这个甲醛会造成那个蛋白的变性，会影响到那个消化素的一个作用。如果食过量的话，甚至于长期累积会有致癌的现象。其实切开的苹果，就算变成咖啡色，同款会使食，未有健康的顾虑。因过买长期的苹果，有人关心的不是变色，颠倒是苹果皮顶面金金的质颜。有白白的。这有上蜡吗？这里的一定有，只有日本的没有啦。都会削皮，我都不吃那一层皮。因为我们家都吃皮啦，但是坦白讲，那个蜡都是食用蜡，不要太担心。这个表皮就把它刷一刷。用清气的面啊，轻轻啊撸，一般都会使去除部分残留的农药啊，甲人工果粒。苹果连皮做伙食，会使食到膳食纤维以及维他命 A 甲 C。而买苹果的时，相信家己的目睭，尽量拣表面较粗的，唔能拣伤过油金的苹果，这才是聪明的食法。